老七啊，你可否告诉为师，你是怎么击败彭昌的？师父，弟子愚笨，这些年进京，一直进展不大。可是前些日子，弟子突然发现，能够驱使自己的法宝。可是为师记得，我只教你到第2层的法诀，你能否告诉你这个孤陋寡闻的师傅，你是如何绕过第3层，直至第4层境界的？说！请师父责罚。责罚？背师偷艺，这是我青云之大忌。轻则面壁数10载，重则废其道行，逐出师门。你以为你师姐能唬得住你吗？灵儿，师父，弟子无话可说，无话可辩。无话可说。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！小凡！师傅，师傅，请您手下留情了，师傅，师傅，就请您饶了小凡这一次吧。小凡，师傅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啊，师傅。小凡，请师傅手下留情，师傅，师傅。小凡，好好照顾小凡，我去劝劝你们师傅。是师娘。小凡，你醒醒！小凡，怎么样？小凡，小凡，你醒醒！小凡，你没事吧？小凡，你醒醒啊！小凡，你怎么样？小凡，小凡。小凡，你醒了，真是谢天谢地啊！对了，这是师娘送来的药，快吃了吧。谢师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怎么觉得我反而好些了？一定是师父刚才打你那一掌，让你因祸得福，把你肺脉里的淤血清除不少。哦，哎，师父呢？他还在生气呢，师娘在劝他。哎，我说你呀，真是倒霉，每一次都撞到师父的气头上。哦，还有啊，七脉比武跟我们大珠峰已经没什么关系了，这不，大家都回来了。原来大家都输了。不是还有你吗？今天比武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明天啊，你对阵小珠峰的陆雪琪师妹。今天好好休息，明天啊，随便打打就行，千万别再牵动旧伤了，啊！嗯。师姐也输了。啊，今天她还在后山哭呢。本来输了比赛，已经够难受的了，我爹还骂我。是，小凡的心法是我教的，可我这不是为了他好吗？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，只不过你那张师弟确实赢得太过古怪，你爹才会大发雷霆。这不能怪你，灵儿，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。看到你这样，我很难过。
城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难断的情色，某种的难躲，一场梦，谁都无法触摸。我醉在城市中，恍然若梦，睁开眼，时光交错，一份情着了火，一颗心着了魔，谁为谁失魂落？背时偷艺，这是我青云之大忌，重则废寝道行，逐出师门。张小凡，你到底修习了什么旁门左道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不会法术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爱难临摹，用我一生为你挥霍，手到恒星都坠落。今天这是最后一场了吧？我们大祝峰就只剩小凡了。天师弟，瞧瞧你教的这个好徒弟，看来无论谁跟着张小凡比武，不在床上躺上个10天半个月，是很难再站起来的。比武比武，比的就是一个武。所谓刀剑无情啊！师兄啊，难不成还把人抓到戒律堂治罪不成？
放开！看你还跑！放开！别跑！抓我呀！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咕咕。娘，我出去玩了。小凡，早点回来吃饭啊！我知道了。抓不着，站住！看我还抓不到你！抓到你了，还想跑？靖宇，靖宇，靖宇，靖宇。师傅，是你，徒儿。进来这一段时间，你可好？在青云门有没有学习他们的法术？没有，我什么法术都学不会。好吧。哎，我给你的那个宝物，是否有妥善使用？你不是让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把它扔了吗？不，不能扔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宝物以血为祭，你杀的人越多，他的力量就会越大。他嗜血成性，只要你不停地杀人，他越来越强大，你的法力才能强大。等待有一天你法力强大，我踏平青云就指日可待了。张小凡，杀了他，杀了所有人。张小凡，那是你的心魔，不要被他控制。杀了所有人。张小凡，醒醒！张小凡，师姐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这是你的心魔，我们被困在你的回忆里了，必须想办法消灭它。这就是草苗村被屠杀的那一天，是我最
安全的把你送离这里。出去以后，我求你一件事情：杀了我。 张小凡，想点高兴的事情。心魔因怨妇而形成，不要被它影响。你就没有一点快乐和希望的回忆吗？我长这么大，何曾有半点希望？哼！张小凡，张师弟但凡在这世上，就算只有一个人与你并肩作战，你也不可以放弃自己。醒醒，张小凡！醒醒，张小凡！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！小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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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，没事吧？小凡，小凡，小凡。4名弟子胜出，正是林惊羽、曾叔叔、陆雪琪以及张小凡，却因陆雪琪和张小凡胜负难分，又未能参加最后的决战，所以最后一场也未曾胜。青云门是没人了吗？连那个张小凡都能进入4强。哦，你知道此人？此人如何？平庸至极，不堪一击。听闻此人凭借一件奇怪法宝，与天涯剑战成平手，而道玄以及七脉首座查了1个月，也未曾查出个缘由来。天地之大，无边无际，自然有一些不世出的奇珍异宝，青云七脉也未必都知道。此人能有此机缘，怎么能说是平凡呢？听闻4名弟子在修养结束之后，会一同前往空桑山。爹，空桑山附近是不是有咱们总坛的人埋伏呀？于都城中，合欢派与万毒门的人已埋伏很久，不知宗主的意思是？爹，不如让我去。后发制人，先发制于人。让他们交锋吧，我们暂且
按兵不动。小凡，师姐。哎呀，过来，你躺了1个月才下床，瞎动什么呀？娘专门嘱咐过，你的病要安心静养，不能太劳累了。师姐不用担心，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你那是外伤，体内经络伤的可严重了。若不是我爹娘花了老大的精力给你救治，我看你的小命啊就保不住了。我又给师傅添麻烦了。你看你又在瞎说什么呢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上次你不是跟陆雪琪比武吗？之前我爹不是打了你一掌吗？原来那一掌啊是在帮你清淤血呢。哎，我爹这人啊，就是太爱面子了，除此以外什么都好。所以呢，你也别怕，你是我们家的人，我爹啊肯定会护着你的。哦，还有，近300年以来，除了我爹参加的那次奇埋会武以外，这大珠峰啊，还没有哪个弟子有你威风的。那都是我运气好，不作数的。那也是你赢了，大家都看在眼里的。还有林惊羽、曾叔叔，倒是齐师兄，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竟然败了。师姐，你和齐师兄……小凡，你知道吗？我跟齐师兄真的是两情相悦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他。可是我爹娘就是反对，不让我们在一起，还说我不懂事。这次连娘都站在爹那边，他们从来没有这么骂过我。师父和师娘一定是为了你好，他们是你的爹和娘，肯定会为你好，不是吗？哼，为我好，为他们的面子还差不多。因为齐师兄啊是通天峰的，所以呢我们俩在一起，他们肯定会觉得在掌门面前丢了面子，根本就没有为我想过。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意我这个女儿，还是在乎他们的面子。哼，师姐，好了，你也不用再劝我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肯定是要跟齐师兄在一起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跟他在一起。我们已经山盟海誓过了，就算爹娘再怎么反对，就算等到海枯石烂，我们也会在一起。师姐，我知道你这个人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只要是你决定的，谁也拦不住。哎，在大珠峰，只有你最懂我了。师姐，我祝福你和齐师兄。还是我师弟对我最好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行了，有伤在身，不必跪了。承蒙师父和师娘的救治，还有各位师兄的照料，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老七，为师在最后问你一遍，你这个黑棍子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讲。那天我与师姐去追小辉，坠入了后山的深谷中。后来我在水潭中捡到他。老七，你可知道
此物现在与你是血脉相连，只怕是血炼之物啊。血炼之物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会吸食主人鲜血的法宝，就叫做血炼之物。此法宝一旦吸食了你的鲜血，将把你认为主人。能够驱使此法宝，乃是我青云门中人所不耻的行为。自古以来，只有魔教中人方知一二。师父，弟子的爹娘和全村的人，都是被魔教所杀。我怎么可能练习魔教的功法？而且这个血炼之物，我听都没有听说过，更不可能练过。我与掌门和其他各脉首座仔细参详过此物。这宝物看似平淡无奇，实则是暗藏煞气，以我等的修为，都无法驱动。老七啊，这事儿你怎么解释？师父，我确实是无意当中得到的这根棍子，却不知为何我可以驱动它。好，既然这样，老七啊，你随我到通天峰去。至于你有没有命回来，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是，师父。小凡，师兄，不必再试了，他没有魔气。哎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他没有魔气。此前我已经查过，小凡得此宝物纯属偶然，而且他更不懂什么魔道的法术。此子奸邪无比，他的话不可信。苍松师弟为何如此肯定？此子若非有魔教之人的指点，他的法术，他的见识，怎么可能锻造出这样的法宝？所以说，他必定是魔教的奸细。苍松师兄，依你所言，张小凡这么多年以来是处心积虑地潜入我青云门下喽。而且他怎么敢在七脉会武中于众目睽睽之下使用此法宝？魔教中人行事，向来难以猜测。
行为有些古怪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你这话说的，未免有些牵强，有些强词夺理了吧？哼，我强词夺理？那我请问田师弟，我们正道中人，有谁会用这样的法宝？我徒弟要是魔道的奸细，师兄，你门下的林惊羽恐怕也不干净吧？你，林惊羽走了，我的徒弟岂能和你这个笨徒儿相提并论？当然，我的徒弟比不得某人运气好，一路上都靠着别人弃权轮空才得以晋级，居然好意思跟我在这儿大言不惭？难道他跟陆雪琪那一场也是运气？就因为那不是运气，所以他才会输得那么惨，输得差点连命都没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也想验一验我浪的虚名啊？田师弟，好啊，我倒想领教领教。那就来吧。放肆！你们两个当我这个掌门人不存在吗？掌门师兄息怒。田师弟，兹事体大，这件事情不得不慎重决定，希望你能明白。是。掌门师兄，此子所用魔法，甚为阴邪，我们可不得不防啊。苍松师兄，你口口声声说这孩子修习阴邪恶毒的法术，那么我想问，他从入门至今到底如何阴邪，又如何恶毒了？魔教的妖术，这难道还不够清楚吗？这么说来，苍松师兄对魔教的妖术也是一无所知，怎能辨认此物是阴邪恶毒，偏要诛杀他于死地呢？师妹说这样的话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诸位师兄，此间之事，一来我等对血炼之物所知不多，虽有所耳闻，但也是多为揣测。若不是，岂不是冤枉无辜？二来，这孩子年仅18，他的背景大家都清楚。如果非要认为他是魔教中人，那岂不是与理不合了？师妹啊，你这么极力的为这个少年开脱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只是就事论事，不像有些人看不得同门别派出了人才，怕威胁到自己的地位，便拿住一些小事赶尽杀绝，毫无道理。好了好了，怎么说着说着又吵起来了？大家都坐吧。各位都有什么想法？掌门师兄，我以为水月师妹说的有道理。这个孩子来历清白，入门之后就从未下山，或许真的是机缘巧合才得了这件法宝，也说不准。反而是我青云之福。此事我同意苍松师兄的说法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，让魔教趁机得逞。青云是古代正魔交战的战场，若有上古遗宝，偶然被张小凡拾得，也是很有可能的。掌门师兄，这些日子我和苏如一直在为小凡疗伤，期间也曾探查过他的内功修为。这孩子的修为并不高，此次获胜，
这法宝固然重要，但究其缘由，那是因为他有一颗无畏之心。一个武功并不高超的弟子，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毅力，一路打入4强。这么好的成绩，我们能说不算就不算了吗？不能言而无信呐！这么多年，我们师徒形同父子，我十分了解这孩子。虽然说有些愚钝，但心性还是很纯良的。掌门师兄，我愿以性命担保，张小凡与魔教绝无瓜葛。我也觉得张小凡不像是魔教中人。这黑棒虽然力量强大，但却内敛其中，不似我等以往见过的魔教凶物，凶相毕露，力量无比强大。掌门师兄，魔教中人凶险恶毒，我们是宁可杀错，不可放过啊！苍松师弟，你在说些什么？掌门师兄，做主就是。小凡，你先起来吧。多谢师叔师伯，多谢师父。按照赛前所言，胜出的4名弟子可于9仪鼎中学习我派至高的功法。一才，参见师父，各位师叔。你带小凡前往峰回峰，并通知其他3位胜出的弟子，于9仪鼎中学习功法。小凡，把你的黑棒留下。是。走吧。宁杀错也不放过，此乃是魔道中人所为。我青云自居正道，光明正大，于是宁可放过也不错杀，否则的话，又跟魔道中人有何区别呢？苍松师弟，你执教我派刑法100多年，遇事公正廉明，为兄心中十分的钦佩。可是你这10几年来杀性愈盛，戾气渐重，为兄心中十分为你担忧，你可知道？苍松师爷，知错了。师兄啊，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张小凡他已经入了魔教，可毕竟他与此物相处多日，万一将来有一日他因为此物而入了魔，那又该如何是好？为防隐患，我看不如就将这张小凡逐出我们青云门。凭什么？我大竹峰这么多年才出现这么一个优秀的弟子，既未入魔，那就是凭自己的本事胜出的，凭什么将他逐出师门？凭什么？啊，各位师兄弟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先将这法宝带回到峰回峰。内子和犬子平日里专好喜研各类法宝，或许能参详一二。倘若此法宝无害，我再将它归还大竹峰就是了。这样也好。
程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。